19歲喺房間做手作飾物，竟然紅到 Gigi Hadid 都搶住戴。Kate Sullivan 原本喺大學讀神經科學，但讀到一半就決定輟學。一開始喺二手店揾衫，再放上 Depop 轉售賺錢。但後來疫情一嚟，競爭變激烈，佢即刻轉向一樣更特別嘅產品——復古飾物。靈感竟然嚟自佢童年時嘅一盒舊飾物製作套裝。佢將舊頸鏈拆開重組，再以60至100美元價格放上平台賣出。當時 Charm Jewelry 仲未興起，佢反而就係睇中呢種有啲過時但夠獨特嘅感覺。2020年 Kate 以愛犬 Sage 命名，創立自己品牌 The Sage Vintage， 最初全部喺房間自家製作，由揾材料到包裝寄貨都一手包辦。之後一個關鍵合作改變一切，同紐約品牌 Haricot Vert 合作推出嘅限量系列，30件作品5分鐘內全部售罄，品牌即時爆紅。不但登上 Pinterest 熱圖 ，SZA 上台演出時帶住佢條 Butterfly Necklace，Gigi Hadid 都揾佢落單定製。而家佢品牌年營收超過57萬美元，仲入咗 Anthropologie 等精品店。Kate 仲準備推出服裝系列，重拾當初喺 Depop 起家嘅夢想。佢話：我真係好慶幸當年選擇退學，行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你又會唔會為咗夢想勇敢踏出舒適圈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 我，每次帶你睇一個創業故事。Peace。